明哥，这石头里面有东西，这好像怀孕了。石头怀孕，这是我今年听过最离谱的笑话了。他是不是要蹦出个孙悟空啊？要说你怀孕，都比石头怀孕让我幸福啊！你摸个石头还摸出韵味来了，公主殿下，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过来捣乱的。今天不惩罚他们，布莱克家族威信何在啊？吴先生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么笑。明哥，这现在怎么办？你没摸错，这是一块极品的龙血石，只不过废了。那是为什么？我来说吧。我兄弟的意思是，这块极品龙血石，它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啊，满是裂缝，它已经是一块废石头。放屁！这块极品龙血石是天意先生亲自鉴定过的。极品龙血石，想必二位根本不知道天意先生是什么人吧？在玉石界，他就是神。当初天意先生只看几眼就给出了结果：重量31.4公斤，密度3.33克每立方厘米。蟒带呈蜈蚣足状延展，完全符合莫西沙场口的天女散花特征。这和德国7台光谱仪联合测出的结果一模一样。天意先生虽然隐居多年，但是他的威名不容侵犯。年轻人，你们两个是在找死哎！没错，你们赶紧跪下道歉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今天死定了。辱骂天意先生，必死无疑。明哥，这块石头跟刚才又不一样，这好像要生了。神龙哥，刚刚地震了吗？一定是这两个混蛋亵渎天意先生，引发天劫。安娜公主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直接杀掉，以免引发更大的祸端啊！你这人不觉得自己说话很荒谬吗？什么天意老啊，那是你在家供的祖坟啊，搞得这么的凄惨。你们两个亵渎天意先生，就该死啊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管家，抓住他们！是。哎，急什么呀？咱们不是在赌石吗？赌石都不开石验石，哪来的输赢？你们这么大个家族，开石的勇气都没有啊！喂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跟天意先生赌啊？天意先生说是精品，就是精品哦。你把龙哥怎么了？不要开枪！你要敢伤害公主，今天你们必死无疑！你刚才是魔法吗？东方魔法？这不是什么魔法，是我们东方的非真之术。让你手下把枪放下，别影响咱们赌石啊！你想这么多呢？这块龙血石如果开出来是块极品，我们赔给你们1个亿。如果一文不值的话，你得帮我办件事。什么事？到时候我会告诉你。如果你了解下天意先生，就不会下这样的赌注。公主，万一……我自有主张。你输了可以教我非真之术吗？可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公主殿下，不能开呀！这是天意先生支持家族的象征，它的意义比这龙血石还要重要。千金剑、坤生、傀儡天、镇玄风、玄行星、红皮狼、高行正。看到没有啊？大家看到没有？不祥之兆，天意先生已经开始发怒了。对呀，发怒了，你们快投降吧！行了，你们石皮裂开更能管中窥豹，不如找一个懂行之人，一看便知分晓。解释？不，打开它。我的天哪！绿，好浓好正的绿，帝王绿，满绿啊！极品，绝对的极品，至少价值几10亿呢！公主殿下，我就说过，天意先生的神迹不容置疑。怎么样？怎么可能？
先生的一生从没有过败绩，这不可能啊！你们管这铺路都嫌硌脚的废物叫什么？神界？哎，其实你最夸张，镇店之宝。你怎么看出他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？我明哥的眼神自然神，可我这手也不赖吧？只要一摸，任何形状、任何物体就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安娜公主，要不要试试？我在和无名先生说话，请你别打扰我们。过了这村没这店。虽然这破石头不值几个钱，我拿一个做纪念吧。无名先生，你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吗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去伪求真、发现本质。可以邀你共进晚餐吗？我很喜欢华夏文化。安娜小姐，您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的赌约啊？当然没有忘，我会履行我的赌约的。这是龙血石孕育的玉髓，无价之宝啊！无价之宝？哎，那这石头有什么用啊？在古籍中，它还有个别名叫火灵珠，其中蕴含着强大的镇煞之气。随身携带呢，可以百邪不侵；用于修炼，可以急剧的增长你的功力。别动歪心思啊，这是给婷婷的礼物。明哥，那你愿不愿意再收个徒弟？那你愿意管婷婷叫大师姐吗？当然愿意啊！对于我这种好学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妥协的。好，那我就让婷婷拜师收徒。那是算了，我现在小命贵着呢。这外国人这就太大了，怕了。哎。二小姐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跟做贼一样。这有什么不太好的？要了解一个男人，就要从他的收藏开始，投其所好，抓住病因，才能俘获他的心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是替我姐找的。你积极一点儿。你看那些异族狐狸精，整天想着怎么吃唐僧肉，像你这样，咱俩热汤都喝不上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这画中的美女好美好仙啊！完了，原来无名喜欢这种调调，清冷柔美，不食人间烟火。看来咱俩是没戏了，这把咱俩绑一块儿也没有人家一个仙气的零头啊！不就是仙气吗？这就是中国风，我底子又不差，本小姐也可以走这种温婉风，不食人间烟火是吧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少吃点，要不咱们还是考虑考虑，用武力征服他吧。小青你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明哥？相术出黑，会有命数庇护。你拉门把手的时候，我心生紧张，上车必有死劫。不是，我靠，这是不会被人安了炸弹吧？明哥，只要我一个人，我不是又挂了？他们冲我来的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我知道，我怕他们用我对付你啊。我靠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差点又死了。说，这让我接他，暗网跑头号刺杀目标，赏金10亿。暗网？你们果然厉害，我让
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车上有炸弹的？你在车上留下的破绽也太多了。不可能！哎，叔叔，我在暗网排第几啊？赏金多少？你哪位啊？我尼玛，你不知道我哪位？你在我车上按炸弹？赏金榜的人都刻在我脑子里，这么近我隔下去呀？神经病吧？他身上太多命案了，找人给他送进去吧。明哥，这10几亿的赏金，足以让暗网的杀手们疯狂了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，让他们知道有钱拿没命花。这事，要不交给质子吧？他们肯定拿手。公主大人，今天的事我已经向侯爵汇报了。这种小事你告诉我父亲做什么？可是那2个小子并不简单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其中一个人叫无名，这是暗网头号选手的目标，赏金10个亿啊！10个亿？不错，无名是中华道医馆的馆主，中华道医馆前身就是黄鸡医社，现在隶属于野田家族，现在野田家族尊其为主。他的来历竟然如此神奇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。侯爵大人的意思是，趁着今晚的晚宴，他是我最尊贵的客人，你们不能对他下手，你记清楚了。公主大人，他们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呐。至少在我的宴席上，你们不能动他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无名，有件事我要很郑重的告诉你。怎么了？没事了。真是莫名其妙。小姨的状况越来越不妙了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明天等我电话。祖师，祖师，无名，你看我仙不仙，美不美？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赶紧换了去，看着都瘆得慌。我还不愿意穿呢。你不是喜欢中国风吗？你看我这一套好看吗？你看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？这种性感加可爱的搭配，让我听听你的心跳。苏倩倩啊，你是太闲了吧？药房的药导完了吗？我不仅会捣药，还会捣蛋。你看，我还有小尾巴，我还会旋转。咦呀，我没接住哦！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。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。怎么，本小姐入不了你的法眼？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你是喜欢那个书里面仙气飘飘的，还是喜欢惠子那种贼贼的，还是美代子那种性感的？你说，你告诉我嘛！啊，我喜欢温柔可爱。那不就是我这种吗？虎背熊腰，铁骨铮铮的女人。你玩我？你喜不喜欢我就一句话的事，能不能告诉我，像个男人一样？我深陷这么多因果，身边危险重重，保持距离才是对所有人的安全。那抛开这些不谈，你喜不喜欢我？
我苏浅浅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你喜欢我什么？喜欢一个人，哪有那么多因为所以啊？我喜欢你，你站在那儿我就喜欢你，什么都不做，我都喜欢你。这只是一种你的个人情绪，我对任何女人都没有这种情绪。你问我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钻研医术，喜欢治病救人。男女之情对我而言，只是一种小道。小道也是道，只是你还没开窍。包括你救我姐那次，大家都误会你了。其实你一直秉持着一颗赤诚的心。好啦，我以后也不说这些了。就像你说的，我喜欢你，是我自己的一种情绪。但是我会一直喜欢你，因为你值得。哎呀妈呀，我口才太好，我都被自己给感动了。老公，正经点儿，我有正事要说。人家是正经人，难得你有正事，直说就好。今日开战，灭布莱克家族。我亲爱的妹妹，是怎么样尊贵的客人，能让我们这位布莱克家族最高贵的公主殿下亲自像个女佣一样忙碌，还是个花下人？是的，传奇的人物。我不喜欢花下人，他们低劣、贪婪、懦弱。前几天我刚打死一个，竟敢抢我的女朋友。你是位绅士，怎么能随便打打杀杀？只是现在我的朋友快要来了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安娜，记住你高贵的西方血统，不要被东方卑贱的臭虫给污染。我倒是很好奇，能让我妹妹如此伤心的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？把这个臭虫请到我西域的会客室去，我要在那里亲自招待他。哦，一会儿也让安娜小姐过来看看，这个东方传奇在我面前是如何摇尾乞怜的。明白。这位先生，我家主人恭候你多时了，请跟我来。请。欢迎来到地狱。我身处之地，就是地狱。吓傻了吗？还是故作镇定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不怕死。你裤裆里已经湿透了。安娜，看看你的东方英雄，不过是个小可怜虫。公主殿下，请静观其变。王子只是替您检验一下这位贵客的成色，如果连这点场面都镇不住，那确实不配您的青睐。如果轻易被折服了，就不配成为我欣赏的人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花下人。我前几天还特意打死了一个，用的就是这把枪。你打的那个人是我兄弟，他叫吴谦。这么有缘分啊！
看来我今天能送你们兄弟俩下去见个面。确实是缘分，不过是孽缘。你我因果已到，今日应当了结。了结？就凭你？哼，看你这身板，看你这穷酸样，你配和我布莱克家族谈因果？配吗？真是个笑话，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比那些小丑综艺好笑100倍呢。我就让你笑，只要轻轻一口半句，你的脑袋就会像西瓜一样炸开，明白吗？你这个废物！去死吧！你死定了！我要把你打死！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无名，你对我哥哥做了什么？我只是废了他，让他在痛苦中忏悔。他只是杀了几个蛀虫，你就这么虐待他？你这个恶魔！在我看来，他才是恶魔。我这样做已经很仁慈了。你最好治好我哥哥，否则布莱克家族将与你不死不休。你们家族的血脉全都在这儿了，通知你们的侯爵10分钟内赶到这里，不然断子绝孙。是。无名的牌还是没有变化，说明他改变的是本质。天意还是差了一筹，不过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天意也不会原地踏步，也一定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。喂，我一会儿要去道医馆找无名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你找不到无名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倒是说呀。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无名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天意先生在黑爵庄园做了死局，目的就是绝杀无名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。别徒劳了，天意手下的高手尽数出动，还有地下世界的顶级杀手，无名插翅难逃。唉，这么绝才惊艳的男人，可惜了。要是多给他一些时间，恐怕没人能对付得了他。喂，叶田之子，无名去黑爵庄园了。是，他一个人去的。你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黑爵庄园呢？那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赶紧带上所有人去黑爵庄园，我也会带上我的人去救他。你是要去鸡蛋碰石头吗？无名帮过我，我愿意赔上我的一切。无名交代了，让我们守好家就行。我劝你别去天蓝，去了也无济于事。喂，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，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不是所有奇迹都会发生。进去那么多人了，明哥能应付得过来吗？明哥说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与其提心吊胆，不如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杀他个昏天黑地，杀穿了，也就没人敢来了。那个藏于臭水沟的臭虫也会浮出水面。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啊！我们要相信明哥是无敌的，相信明哥。我知道你相信明哥，那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啊，有备无患嘛。嘿嘿嘿。打起来了，我们要不把车挪远点？那你还愣着干嘛？
居然值得我们全员出动，你的心一定很美味吧？小子，这一对锤300多斤，你能接得住吗？姐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，就在这等着吗？你刚刚也听到了，天意手下4大杀神天雷地火，还有那些要钱不要命的顶级杀手，全都去了黑绝庄园。现在那儿就是个绞肉机。无名他再厉害也是个人，不是神。他真以为自己能单挑全世界啊？虽然他不让我们去，但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态度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召集野田家族所有力量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好，也让这个傲气的男人看看我们的力量。我野田家传承多年，可不是个软柿子。天意在哪儿？休想！他在哪儿？就是狗。无名，我愿意做你的女人。你不配。又来了个不怕死的，我老公魅力可真大。我可不是来送死的，我就是来看看。芊芊，你考虑清楚。没什么好考虑的，我意已决。王芊芊，你这点人手根本无济于事。那又如何？大不了一死。杀！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杀出来了！天一的4大悍将，那些杀手，难道都……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了家族全部人手来和你生死与共，还好你没事。明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去净水宫。我已是废人一个，既然不能给我一个痛快，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可好？我的眼睛还能治好吗？他跟我说过，他可以治好我的眼睛，让我看一眼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我想知道他有没有骗我。我没有骗你。无名。无名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果然是人中龙凤，怪不得我的阿姨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。哦，这是阴阳两仪阵，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见面礼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葬生死。一阴一阳，
一生一死。灵儿，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只能选一个人救。无名，你别过来！无名，你别管我！无名，你快走！哥哥救我！哥哥，救救灵儿！救救我，哥哥！无名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救你该救治你。救救我！救救灵儿！哥哥，求求你，救救灵儿，哥哥！哥哥，哥哥，求救我！哥哥，你我相交随浅，我知道你心有慈悲，所以我自断心脉，断去生路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无需自责。我原以为对这世界没有任何的留恋的，但我好像看你一眼。救我哥哥！无论救谁，都会舍弃另一人，到情之中就会种下一根刺，好毒的算计。哥哥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灵儿终于等到你了，哥哥，你别丢下灵儿啊！先救救我！哥哥，别还我了！哥哥，先救我呀！救救灵儿啊！救我！哥哥，救救我！救救灵儿！不要丢下灵儿！哥哥，哥哥，惠子，先生，这明哥，你咋带了个杀手回来？桂璇被你杀了？惠子，起身封馆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无名，我能做什么？我马上开个方子，你去配药。好。心脉断了，还能怎么救？看来你还不知无名的深浅。他说能救就能救。不可能，他又不是神仙，还能跟阎王抢人不成？总之，我不信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你再迷恋那小子，总得有点基本常识吧？一会儿就看你怎么被打理。你们能不能出去啊？不能，不能！你把人家女孩剥得光溜溜的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姐妹们，
咱可得替这个昏迷的小可怜把把关，以防有些人借行医之名行那禽兽之事。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啊，我记得大小姐当时也是。愿意看就看吧。我们家先生医德高尚，心里只有病患，才没有那些歪心思呢。我看某些人的歪心思还挺明显的呢。近来真阳损耗严重，你们别多想，我要开始了，都别打扰我。三角都人，三焦气养通地脉，多刃环流接天罡。先生，不明。嚯！现在的先生才是最令人着迷的，强大后的自如，毫无防备的沉睡。就这样亲近先生的机会真是太少了，少得让人心焦。哟，小婷婷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去给我师尊送药，顺便照顾他。给你师尊送药这种累活，就交给姐姐我们这种大人就好了。你呀，乖乖的练功去吧。如果你师尊知道你最近没有好好练功的话，他会很失望的哦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功课了？那是当然的，你可是你师尊的心头肉、掌中宝，姐姐我当然是爱屋及乌喽。哦，对了，叫声师娘听听，师娘给你包个大红包，100万哦。不叫，我才不叫你师娘呢。还有这钱，我不稀罕。哼，小丫头，脾气还挺大。老公，你的爱心要上来喽。谁在里面？再不开门，等本小姐把门砸开，你就死定了！来人！立刻给我把门砸开！是。
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刚刚在照顾无名，怎么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啊？还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你一定是听错了。好了，换你照顾无名，我累了。你们两个给我守在这儿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是。不行，你们两个走远一点。是是。无名哥哥，该打针了。我在帮阿姨修复心脉，耗尽真元晕倒，那应该在道医馆啊。我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梦？不对，这感觉也太真实了。难道是师祖拘我回来问罪？师祖莫怪，师祖莫怪，徒儿这就破梦而去，待徒儿回来再向您磕头赔罪。神照自负，慧剑破虚，一念回光，我主清明，破梦。啊！常能潜袭月儿心自静，乘其性而神自静，欲请敕令，破幻归真。难道不是梦？祖师，你……我一直想看看，你这狂徒究竟是何模样。是本座林寝如自家后院，隔三差五取我精血。祖师的精血确实是价值连城的绝世宝药，但徒孙这不是为了济世救人吗？徒孙对祖师的敬仰，那可是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啊！好，济世救人。那你将本座真身随意移出灵寝，置于凡尘，更甚者，在本座真身之上胡乱施针，逆施道行，亵渎本座。他都知道了，那也是为了精研真法，悬壶济世，绝无半点亵渎之意。还有一次，你竟敢将头贴于本座胸前之上，此等行径与登徒子何异？冤枉啊，祖师！徒孙从未干过这样的事情，我可不认。定是祖师沉睡太久，梦境混乱。
由始至终，你对本座可有敬仰之情？当然有了，同事，你先放开，喘不上气了，你先放开。黄图，快住手！你住手我就住手。我美吗？祖师，美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等着我来找你，你死定了！这冤家什么时候醒的？完了，又被抓现行了！你在干什么？老哥，你醒了啊！他们都很担心你，我这就告诉他们。这谁干的？这是惠子给你戴上的。她说你脖子受伤了，这是固定用的。对，固定用的。出去。好嘞。哦，对了，老哥，你身材真好，我们下次再玩哦。我怎么浑身没气儿啊？肾源亏损竟这么严重，我这是遭土匪抢劫了吗？这里的女人太可怕了。哎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明哥今天的门槛都被踏烂了。这几个女的，平时看起来高冷的跟生人勿近似的，哼，今天全换成强盗，他们怎么不抢劫我呢？哎，什么抢劫？哎，那个是什么感觉？你这印堂发黑，要倒大霉啊！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有你，我能倒什么霉？哦，你对我做什么？我昏迷，你居然不看好门，害我肾源亏损严重。你也别想好过。啊，明哥，我怎么感觉我精力全无？对爱情都失去了向往。这就对了。烤腰子了没？啊？烤啊！还好我装昏迷，一定都被他看见了。不，我是真昏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绝不能让他看出我有任何的异样。可能会有点难受，忍着点。忍你个头啊！我可是昏迷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要疯了，好难受。他一定知道我没有昏迷。我一直好奇，你这狂徒究竟是何模样？是本座陵寝如自家后院，隔三差五取我精血。等着我来找你，你死定了！怎么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？阿姨，凝神静听，此乃洞明三转诀，专修目理，窥破虚妄。你行脉初愈，
好好用它，阿姨。找到无名了吗？还没有，胖哥和婷婷也不在，先生最重要的东西也不在了，他们应该已经走了吧？看来他是故意离开的。都怪你们把我老公气走，一个个跟饿死鬼似的。你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也很饿。你不仅饿，你还吃人。你看，他连医馆都不要了，可见是有多嫌弃。他离开这里是为了大家不被毒蛇盯上，是为了你们好。阿姨，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已经好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还？因为我想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他。哟，无名魅力还真大，连一个瞎子都……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别拿小命开玩笑。以后谁再敢缠着他，我就杀谁。不就一个男人吗？老娘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？阿姨，我看你条件还不错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啊？给你一个超级男模。我看你舌头是不想要了。阿姨，那你是留在这里还是？我会找到他的，守在他身边。中华道医馆是我们的心血，我会好好守在这里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的先生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公主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大力投资医药行业，他要悬壶济世，我便助他一臂之力，殊途同归。大公主睿智，思想同步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哎，今天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，我老王请客。哎呀，王哥今天这么大气啊！哎，嫂子呢？你嫂子在家养胎呢，龙凤胎。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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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王哥，是自己的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会不会说话？当然是我自己的了。现在我感觉我强的可怕，我感觉我能打穿地球。哇！要不要试试？你自己打，自己打。我真得感谢我无名老弟呀！哎呀，锦旗我都给你下好了，神医回春，一炮双响。哎呦，王老板，锦旗就不必了，您和嫂子好好过日子就行。我敬您一杯，祝您家人平安，一切顺遂。我炫一个，都在酒里。哇哦，哎呦，呵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慢吃慢用。好嘞，多谢王老板，多谢。哎，冲破宇宙！明哥，你这针果然名不虚传啊，冲破地球了。对了，明哥，后面怎么打算？唉，这鬼臣啊，一直躲着也不是事儿，我们得想办法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，那怎么引啊？他要修成阎罗十诀的最后一诀，有一样必须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鬼针。哎，那他知道鬼针在你这吗？他不知道，这是我从师祖那儿。师尊，你怎么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呢？蒋菲菲她是个公众人物啊，如果我们去找蒋菲菲，我用鬼针给她母亲治病，那鬼臣发现了，自然会自己来找我们。那我们就布下天罗地网，把鬼臣引来，让他插翅难逃。但是，鬼臣他的手段邪恶莫测，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打败他。明哥，咱们兄弟一起，齐力断金。哎，还有我。好，齐力断金。好。好。姐，你怀孕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事你要我怎么说？当然是奉子成婚了，咱不能白白便宜了他呀！我现在就折。
这种人咱武力对付不了，必须道德绑架他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怎么还玩消失啊？姐，你放心啊，不管他逃到哪里去，我挖都把他挖出来。你对他的怨气怎么比我还大呀？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？我这不是替你打抱不平吗？你是我姐，我能让别人欺负你吗？这个小姨子，我是当定了。你呀，查大师，里边请。哎，小助理，又是你，阴魂不散的江湖骗子，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！你这小助理长得倒挺精致，这嘴巴怎么控制不住呢？我们可是终南山下来的神医。神医？大家看看，看看这骗子的嚣张嘴脸！上次在医馆就要蒙骗我们菲菲姐，这次又想蹭大师的热度，无耻之徒！哼，我们俩兄弟救过的人不计其数，真金不怕火炼。艾米，跟这两个狂徒废什么话呀？我师傅时间很宝贵的，赶紧叫保安把他们轰出去，不要让这两个污秽之气冲撞了我师傅。是，大师息怒，听见没有？赶紧滚！再敢在这里撒野，我让保安打断你们腿！你好了，找个地方看直播诊疗吧。明哥，盯紧他们两个，一旦再靠近酒店，不用请示，直接打断腿扔出去。是。Yeah. Yeah, 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曾经被感情被当作小团，说我太天真，走不到顶端。冷嘲热讽，随便打满平盘，我埋头修炼，把实力全部拉满。王位文界藏着千年的胆，就此浮上扛起人间的难，为人人以这一生当作底线，不玩不归，这是我的脸面。从低谷往上打破所有偏见，曾经小看我的现在全部看见，不用谁来捧，不用谁来称赞，时间给我答案，我狂念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我守着初心，也握着勇敢，能抚平伤痛，也能护我河山。不怀虚的人设，不搞阴的盘算，真东西在身上，气质自带果断。善良不是软弱，是我最强悍的铠甲，骨气刻在骨子里，谁也别想压下。你敬我道义，我害你肝胆。你若来犯，那就别怪我太干。从无人相信到人人惊叹，用下动说话比语言更存在。真打在我身，大义在我肩，这一路走过来，我派的名不虚传。一的是伤痛，说的是家国，温柔给苍生，锋芒兑现。受过多少冷眼，走过多少曲折，一生中华二郎，从来不会褪色。不必张扬，不必多言，我站在这就是经典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
人气场名不虚传。Yeah, yeah.